到自己辛辛苦苦儲落嚟嘅強積金，竟然會消失。黃小姐兩夫婦早前決定整合強積金，分別將各自嘅強積金轉移去另外一間公司，點知就出事。咁10月嘅時候咧，咁我先生咧佢就去 B 公司嗰度，諗住做一個即係強積金嘅轉移啦。咁其實就係由 A 公司轉去 B 公司。我哋嗰陣時咧就見到 A 公司其實咧已經上咗呢個嘅積金易嘅平台㗎啦。咁亦都喺積金易嘅平台嗰度咧已經見到呢一筆即係選項啦。呢筆錢咁就轉出咗啦。咁所以我哋睇 MPF 嘅平台嘅時候咧，就冇咗呢筆錢啦。係啦，咁我哋就諗住佢已經即係成功轉咗去 B 公司，去 A 公司就話已經轉出咗呢啲錢，亦都收到個 confirmation 嘅。黃小姐等咗好耐都唔見 B 公司成功入帳，咁奇怪。B 公司咧，其實咧佢哋遲啲先至上呢個積金易。B 公司就話啦，佢哋轉咗之後咧，佢就會可以喺即係積金易嘅平台度睇到呢一個選項啦，即係呢個轉移啦。咁但係我哋睇嘅